喺電影世界入邊，外交豁免權就好似一個免死金牌咁樣。喺1991年，荷里活有一套電影叫做《Diplomatic Immunity》。咁呢一套戲咧就係講一名美軍嘅女俾外國人殺咗。咁呢一名嘅兇手咧翻返去自己國家之後，就聲稱有外交豁免權，當地嘅法律奈佢唔何。於是乎，主角只能夠親自去報仇。咁但係現實喺我哋嘅法律世界入邊，特別係喺香港嘅法庭，呢一張嘅免死金牌又係咪真係咁好用呢？如果一個駐港嘅領事館高層為咗同前夫爭仔女，私自咧將兩個小朋友由歐洲帶到翻嚟香港，然後喺法庭上面咧就咁講啦：我有領事豁免權，你哋香港法院咧管佢唔到。結果又會係點呢？今日咧我同大家講一單發生喺2025年喺香港高等法院審理嘅真實案件。呢一單案咧唔止涉及港幣幾千萬嘅失蹤巨款，仲牽涉到美國監獄捷克領事館，涉及咧喺國際法入邊一個比較重要嘅概念——海牙公約。大家好，我係 Elsie Lo 勞律師，歡迎嚟到家法事後。有一對男女咧喺2008年美國嘅新澤西州結婚，咁呢一對夫婦咧生咗兩個男仔，咁咧佢哋兩公婆去到2022年嘅時候，女方就提出離婚。咁好多時候喺離婚案件入邊，其實法庭要處理都係離唔開兩樣嘢：錢啦同埋仔女。咁而呢一單案都唔例外嘅，佢哋兩公婆咧喺美國法院嘅判決係攞到小朋友嘅共同撫養權，咁媽媽額外對小朋友攞埋個照顧權。不過成單案咧最引人入勝嘅咧就係爹哋嗰邊，爹哋咧未有遵守到美國法院有關處理海外資產嘅命令，而被裁定藐視法庭收監。而爹哋咧亦都喺未通知媽咪嘅情況之下，單方面講俾小朋友聽佢要坐監，咁當然搞到小朋友嘅情緒受到好大嘅打擊。美國法院見到爸爸咁樣做，就覺得爸爸係完全冇顧及到小朋友嘅最佳利益，於是咧就禁止咗爸爸嘅探視權，淨係俾佢喺監獄裏邊打電話。同時咧，法庭亦都收翻佢個撫養權。而媽媽咧就順理成章咁喺2022年咧帶埋小朋友搬咗去捷克共和國嗰度生活。咁媽媽搬咗去捷克之後咧，佢嘅事業咧可以話係平步青雲。咁媽媽咧後尾就入咗去捷克嘅外交部門嗰度做嘢，而喺2024年咧就攞咗永久員工。咁捷克法院咧其實係承認美國嘅判決，確立咗媽咪對小朋友嘅照顧權。咁到咗2025年嘅7月份，捷克外交部就決定咗派媽咪嚟到香港，響捷克駐港領事館裏邊做高層。咁佢嘅任期咧係去到2029年嘅。呢個時候咧，媽咪就做咗一個決定，佢喺8月1號嚟到香港正式工作，跟住咧喺8月24號佢又接埋兩位小朋友嚟到香港讀書。咁而媽媽呢一個決定咧，其實由頭到尾都冇同爸爸商量過，直至到小朋友嚟到香港喺8月26號，媽媽先至 send 咗封 email 俾爸爸，佢就話啦，佢嚟咗香港做嘢，而啲小朋友咧亦都跟住佢嚟咗香港讀書。咁多位觀眾，如果你係嗰位爸爸，唔知你哋點樣諗呢？另一半粒聲唔出就帶咗兩個小朋友去另一個國家展開新生活。咁喺我見過一啲嘅案件入邊，我都接觸過類似呢啲咁嘅情況。好多時候咧，當事人咧都係會好激動，同埋係覺得好 shock 嘅。咁佢哋通常好多時候都係會去做一啲嘅申請，希望咧將個小朋友帶翻嚟。咁呢個爸爸都唔例外喎。咁佢就同法庭申請臨時撫養權，希望帶翻小朋友去捷克嗰度讀書。呢個時候，捷克嘅中央當局亦都介入咗，根據海牙公約，要求香港嘅律政司出面向高等法院申請，要求咧將嗰兩個小朋友送翻去捷克。而呢一場跨國嘅法律風暴咧喺香港上演啦。咁當然喺我哋講呢一場法律戰之前咧，要講下咩叫做海牙公約，一個好常見而又好殘酷嘅畫面，一對爹哋媽咪婚姻破裂，離婚傾唔成，其中最爭拗嘅地方就係究竟細路哥係跟邊個？喺原本嘅國家法院排咗期，準備慢慢審嘅時候，邊個負責主要照顧，又點樣安排個探視？有一日咧，其中一方做咗個決定，半夜執晒啲嘢，拎埋小朋友本護照，帶埋個小朋友上機到另一個國家，冇通知、冇同意、冇法庭批准。第二朝發現成個屋企吉咗，打電話又冇人聽，send message 又冇人覆。如果小朋友已經去咗另一個國家啦，原本嗰個法院究竟仲有冇權去理呢？新嗰個國家又願唔願意去插手呢？其實每一個國家咧都有自己嘅法例，其實冇共同嘅規則。係因為咧呢個世界上有太多呢一類型嘅案件，唔同嘅國家咧就坐埋一齊開大會，佢哋咧就喺荷蘭嘅海牙訂立咗一條共同嘅規則，而當中其中一部分咧就係涉及到國際
拐帶兒童。呢條規則就係我哋所講嘅海牙公約。當中咧，佢想做兩件事。如果一個小朋友俾人哋不當咁樣帶咗去另一個公約國家，要有一個好清晰快速嘅程序，可以送翻個小朋友去翻原本嘅慣常居住地。第二係確保一個國家已經賦予咗監護權同埋探視權嘅，去到另一個公約國唔會變成一張廢紙。所以咧，佢係為咗保障其中一方唔好偷步，將啲細路咧一夜之間搬咗去第二度，企圖咧想揾一個對自己有利嘅法院開始。咁公約嘅精神咧就係將佢送翻去原本嘅地方，交由當地嘅法庭去審清楚。而當中特別注重嘅情況就係有冇人唔合法咁樣將小朋友喺原居地嗰度拎走咗，同埋呢個帶走嘅動作係咪未經授權、未經同意？如果係嘅話咧，呢個公約就會啟動程序啦，要求當地法院下令交還啲小朋友。喺呢單案入邊，香港都係作為海牙公約嘅締約方，律政司司長就代表咗捷克當局向香港法庭申請要求媽媽要交還小朋友。咁似乎媽咪咧亦都唔係咁容易妥協啦，就打出咗一張佢認為嘅黃牌，面對住香港發出嚟嘅傳票，呢位媽媽咧後尾就玩失蹤。咁法庭咧就開咗2次嘅聆訊，不過佢都冇出現到，定係叫律師寫封信去發。封信入邊就話佢係捷克駐港領事館嘅高層，根據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佢係享有國家豁免權同埋領事豁免權。你哋香港法院根本咧係冇司法管轄權去處理呢一單案。咁講到呢一度，乜嘢又係叫做國家豁免權呢？咁簡單啲講咧，就係一個主權國家嘅行為，而另一個國家嘅法庭咧係唔可以審嘅。咁媽媽嘅律師咧就引用咗英國嘅一個案例，話當年咧有一位美國嘅外交官調翻去美國，佢帶埋啲仔女走，英國法庭判佢有國家豁免權。媽咪嘅立場就係話佢都係由捷克政府派嚟香港，佢帶埋啲小朋友嚟香港係政府嘅行為。法官指出英國嗰單案係美國政府咧直接落個命令俾嗰位外交官，需要帶埋屋企人翻去國家。但喺呢一單案入邊咧，捷克政府其實只係派咗媽咪嚟香港做嘢，同英國單案好唔同。捷克政府從來冇要求過媽咪咧要帶埋啲仔女過嚟嘅，咁所以佢帶啲仔嚟香港咧，純粹係呢個媽咪嘅個人選擇。咁佢唔可以咧將呢個私人嘅選擇同埋私人家庭糾紛包裝成為一個國家嘅行為。第二，咁乜嘢係領事豁免權呢？嗱，喺維也納公約入邊咧，亦都寫得好清楚，領事官員只有喺執行領事職務嘅時候，先至享有豁免權嘅。咁呢位法官咧都好一針見血咁樣講，呢位媽媽帶咗2個仔嚟香港讀書，點樣睇都唔係一個領事職務啩？咁唔通湊仔又係領事館嘅官方任務咩？咁香港嘅法庭咧都係睇得好仔細嘅。香港嘅律政司咧就寫咗信去捷克領事館，咁就話咧你哋嘅職員咧就話有領事豁免權，咁究竟你哋領事館支唔支持咧？咁領事館嘅回覆就咁講嘅，佢哋咧就相信呢一位領事官員咧係會全面配合香港嘅法庭程序，以小朋友嘅最大利益為依歸。而言下之意即係話呢一位嘅捷克領事官員係唔應該有豁免權嘅。咁媽媽呢一張豁免權嘅黃牌就似乎打唔響啦。咁佢退而求其次就話自己有一個單獨決定權，指出所謂嘅單獨決定權只係限於啲小朋友喺捷克境內日常醫療同埋教育嘅，絕對就係唔包含小朋友去其他國家。咁呢位媽咪最後咧亦都想引用海牙公約裏邊嘅一條條例，就話啦，如果小朋友送翻去捷克，會令到佢哋面臨一個極大嘅風險，或者咧無法忍受嘅處境。咁而法庭咧亦都話呢位媽咪根本都拎唔到任何證據出嚟。最終香港法院就落咗判令，判媽咪敗訴，而2位小朋友都被強制送翻去捷克。咁呢一單案仲有另外一個嘅爭議嘅，一般嚟講咧喺香港嘅法庭咧好少會判爹哋媽咪訟費嘅，因為其實大家都係為咗自己嘅仔女。呢一單案咧其中一個特別之處就係個法官咧要重罰呢一位媽咪，主要係因為咧法官認為呢個媽咪嘅行為係唔合理嘅。第一，佢隱瞞爸爸先斬後奏；第二，佢明知理虧都仲要用領事豁免權去拖延時間，浪費咗好多法庭嘅資源。佢呢一個嘅行為已經超越咗一般合理父母嘅底線。最尾咧唔單止呢個媽咪要親自揞荷包買機票送翻2個仔翻捷克，仲要賠爹哋高達港幣23萬嘅律師費。咁呢一單案都好清楚話俾大家聽，冇人係可以凌駕喺規則之上。就算啊你係用外交嘅身份，其實個結果都係一樣。其實喺婚姻破裂嘅時候咧，爸爸媽媽好容易就會將啲小朋友當成籌碼，甚至乎咧係報復對方嘅武器。大家有小朋友嘅話，去到一個婚姻關係破裂嘅時候，要帶走小朋友咧，其實就要考慮好多嘢。其實當中最緊要咧就要考慮小朋友究竟去到一個新嘅居住環境適唔適應啦，新嘅朋友究竟佢
會唔會融入到啦，甚或乎佢嗰個學校環境究竟佢中唔中意。所以去到呢啲情況咧，其實小朋友嘅感受都係好緊要嘅。如果你係呢一單案嘅爸爸，你哋又會點做呢？如果大家中意呢個 channel，記得撳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